Hello， 大家好，我是郭本，又到复习的时间咯。今日提供在社会上，除了政府以外，有几多大大小小的社会团体吼，今日在推动一个社会福利啦，也係講社會服務的工作，照顧幾多的老人家啦、成人呢，甚至講弱勢的家庭。喺高雄就有一個安尼的團體，按多年來，今日聽說的高雄同體幾多的成人呢？改變了今日的家庭，改變了今日的人生，甚至於講改變了社區喲。到底喺安逸的鄉下地方，今日係樣辦做到的呢？今日我哋特別邀請來自高雄幸福時間的執行董事鄭家偉，家偉來到現場同大家好好紹介哦。馬上來歡迎佢。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鄭家偉，我來自於屏東高速的幸福時間。歡迎家偉來到節目地邊吼，在按摩閒的時間，很可以來到我哋節目地邊請歡迎哦。我首先來請教一下家偉講。我哋提供幸福時間係喺高雄一個團體嘛，你家偉你自己本身係高雄人嗎？可以同大家簡單紹介一下你自己好嗎？我雖然不是高雄人，但是高雄是我的第二個故鄉。對，那我從小在高雄的鳳安長大，那我的父親是職業軍人，那因為後來也是因為他的關係，所以我後來決定就是以軍人為我的第一份事業。那我的母親是全職的家庭主婦，但是因為她除了平常照顧我們之外，那其實還有很大的時間都是在做一些志工義工服務，所以這也影響到我後來決定就是以那個社會公益的這個部分去做實踐。那我高中畢業之後，我就是去念了軍校。軍校那其實以我自己的個性，其實不覺得我自己會是一個很好的軍人，但是我加入了軍校之後才發現，其實我還蠻耐操的。對，那軍校畢業之後沒多久，其實就認識我現在的老婆，那很快的我們就結婚。那長時間，大部分的時間，其實我們都是在北部。那我之前負責的業務其實都是比較是採購的業務，跟我們想象中的軍人可能不太一樣，可能大家要帶部隊啊、帶操什麼，其實不是。我們大部分的時間其實都是在做一些可能。你們看到可能軍火彈藥啊，或者是一些糧食補給啊，其實都透過我們這些採購業務做執行。那其實我自己個性也比較適合跟人做交流，即便我在帶兵其實我都是以交流的方式跟這些可能我們的阿兵哥做溝通。那這也是蠻適合我自己的個性。那其實後來也因為在做採購業務這一塊，那我知道說我們其實在美國也有個單位，就是駐華府的採購團，那我就很努力的往這個方向去做努力。那後來也很榮幸可以到美國去服務一段時間。那對，那後來也因為我父親身體的因素，所以我回到台灣，那就請了一段時間的假，那就來到了屏東高速，也認識了善導書院。那後來也決定要投入這個幸福時間這個領域。其實我想問講，你自己本身係高雄嘛，鳳山佢都有講到，你能用辦會辦到係辦到高雄嗎？是用辦會辦到高雄給去啊？對，那因為我父親他在軍人退伍之後，他就跟我的母親到了屏東高速這個地方，那他們就來到了善導書院做全職的義工。那為什麼會選擇善導書院？其實因為善導書院的創辦人就是我陳文金陳院長，其實是我的阿姨。那他們很早期的時候，他們在閒暇的時候就已經會來屏東高速這邊幫忙。那後來決定整個搬過去之後，那變成我假日的時候就會來到書院這個地方來看看說，我自己可以幫上什麼忙？那平常大家也就是可能當個課後的老師，因為就是可能教他們可能英文啊，或者是就是比較工作上的部分。那但是因為我的父親在退伍之後，其實他也在身體上面，他發現他得到癌症。那對，那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就是從美國回來之後，我就請了很長一段時間，因為那狀況不是很好。那因為我長期的時間都是在北部，我就想說，想要盡一下就是兒子就是的孝道。那我覺得就是能夠陪伴他們身邊。那後來也因為這樣子才了解到善導書院其實不是我一般就可能假日來看看，做老師看到那麼簡單的事情，其實他們有非常多的背後的很多的故事。那也因為在請假的這段時間，我就發現說，其實院長他在那個人手方面其實是非常不足的。那我的父親其實就是他雖然他在身體不是很好的情況之下，其實他也還是很熱心的投入，不管在小朋友方面或者是在跟當地的老人。我覺得他還蠻奇特，他很喜歡跟
这些老人，就是因为我自己的爷爷奶奶很早就过世了，那他其实在陪伴这些老人上面，他就好像感觉是。因为也很奇妙，我们在高速地区其实非常多的客家人，那他其实跟这些爷爷奶奶他们都是平常用客家话讲话。那我也是回到高速，那我父亲过世之后，才发现说，那些爷爷奶奶平常也会讲说，那之前的那个年轻人怎么都没有来了？那我就跟他们说，因为他就是已经去做天使了。那我才发现说，其实就是我们这样，如果平常只是周末过去才发现，才会觉得说，没有啊，就是这些小朋友他可能就是课后补习班嘛，课后安亲班，其实我们可能不在高雄，在台北其实看到都会这样觉得，但是慢慢的这样子很长期的在待在这边的时候，发现其实不只是课后补习班，他们有需要更多需要帮忙的事情。那我也才发现说，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其实军人，你就是顺顺的当满20年，可能就可以领到所谓的终身俸啊什么，但是我发现我父亲走的时候，他应该会觉得他应该要更早的投入这件事情，不要，因为他不觉得他可能在退伍之后，他应该还有很长时间可以做这件事情。应该是说，在自己还有能力、还有时间、还有体力的时候，你就应该就是去投入自己想要做的这件事情。所以我才会决定说，卸下我的军人这个责任，那用我更多的时间到屏东高速、到善导书园陪伴这些孩子们。嗰種也係受到這個阿爸嘅影響吼。好，開始咪真係究竟講，我真是全部我哋投入一個幸福時間啊，也係講山頭書院一個部分嘅工作。按你嘅話，其實頭都有少幾多山頭書院嘛？不過人哋講，這個本身係幸福時間嘅執行董事，按你兩個團體跟你有乜嘅目標用呢？其實善導書院是我們就是幸福時間的母組織，善導書院它是以非營利組織的方式在做經營，所以它其實很大部分的時間在教育跟慈善的部分。但是教育跟慈善的部分，其實大部分的收入其實要依賴的就可能是捐款、政府補助，那或者是他們一開始有在做一些產品的銷售，看我們在這邊看到果乾，或者是大部分一開始是以那個鳳梨或者是一些蔬果的方面做銷售，但這是他們的收入。但是如果單純的一個非營利組織要依靠捐款跟政府補助，其實要談到永續經營，其實是非常困難的。那我們也是在大概5-6年前知道可能有社會企業這個模式，是以解決社會問題來獲得收入的方式，以商業模式來經營，那可以讓這個所謂的社會公益這件事情更長更久。所以我們在5年前就成立了幸福時間這個社會企業。按你簡單來講啊，這個來理解係講，山頭書院基本上係我哋一般所提供嘅非營利組織 NGO 嘛，佢係冇賺錢嘅。按你幸福時間佢冇用哦，佢做一啲社會企業，佢有盈利嘅目的，不過佢賺嘅錢係來做一種慈善事業，同天數山頭書院，錯冇？我嘅理解係咁樣。是，沒錯。按你幸福時間佢本身嘅理念係乜嘅呢？其實幸福時間的理念就是希望能夠透過商業的手段解決這個所謂的偏鄉的教育，或者是我們現在更多可能在老人、在小農、在老農這一塊，那以商業的模式，那可能我們會在獲利的會提撥的百分比，那我們當然是以書院為主。那短期的目標當然是幸福時間這個社會企業要能夠活着，要存活下去，其實很重要。就是最近疫情來講，其實在我們這個社會企業這個領域，我們常在問說，疫情到底有沒有影響？其實就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幸福時間在短期，它應該要建立一個完整的社會的一個公司組織。那利用這樣的模式，慢慢的幸福時間越來越大之後，我們希望遠期的目標其實還是希望說，我們可以靠我們幸福時間的獲利，去支持善導書院的營運，讓它未來不要依靠可能政府的補助或者是捐款，讓它能夠自給自足的模式。對。你各位睇幸福時間嘅地方，佢都有分享，成立嘅時間還冇清楚嘛，他有個係第105多年嘢啊，105年開始。105年嘅這個時間都見㗎嘛？嗰時間成立嘅時間，你已經加入一個團體嘅嘛？還唔前？那個時候，我還在請雲假的情況，所以其實是就是以志工的模式投入這裡，那所以但是幸福時間創業開始，我就已經在這個。嗰時間還唔算完全真實的加入一個地方。對，還是只是在做志工的方式。不過佢創立的時間，有皮佢強下創立行到更加，哇！按你對佢來講，應該算幾了解一個幾
工作规个团体的嘛吼。是。安尼嘉伟，安尼要个团体，让人幸福时间差不多有1多年啦，工作人员。我们大概正职员工大概5位的状态之下，其实包含了我们要做行销、做烘焙、做农事。那我自己本身的职位大概比较像是行销或者是公关人员，所以我大部分的时间会在中北部。那之前还没有疫情的时候，可能会去国外做一些展销或服务。那因为是连接到社会企业的模式，所以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做演讲或做宣传。那我因为可能我自己可能对外讲话会比较，就是做宣传这部分比较符合我自己的个性。那可能做展售的部分，我也喜欢跟客人做交流，看我们产品或服务上面还有什么需要做改善的地方。对，那当然我自己本身也是，就是可能做一些社群媒体，像粉丝专业啊、IG 啊或 YouTube 的部分。是。通个嘉伟的分享啊，大家有了解讲，了解幸福时间，了解沙菲团体今年理念系咩亲好呢？不过安尼辛辛苦苦成立好来的团体，像条到嘉伟讲的按样办存活，又按样办运行呢？等一下继续同大家来分享哦。成立一个沙菲企业是无简单的事情，不过要帮佢用效可以运行，更加係无简单哦。有人哋讲，幸福时间今年成立到1805年，到更加已经一段时间呢。安尼其中今年用办运行到更加呢，继续来请教嘉伟咯。嘉伟，头头有讲到，能做一个沙菲企业，能要有盈利要赚钱嘛？安尼能到底係用办去设立讲，能要用办赚钱？当初设立的目标同更加有冇嘅目标用呢？其实当初成人幸福时间的很单纯的是希望说我们书院之后未来它能够就是专心做孩子的教育，做老人的陪伴，做社会福利这一块。那幸福时间就单纯的销售可能生鲜蔬果这些1级产品，或者是这些加工后的2级产品。那以销售为目的的，就是协助书院甚至协助高速地区做一些产品的推广。但是后来没想到，就越来越多的服务可能从烘焙。那大家如果来买产品的时候，他就需要看到说，那你们可不可以？我们也想要做看那个凤梨酥，或者是可能说，我们也想体验一下采果乐，甚至想要，我想要种菜。那慢慢的变成说，我们的从销售产品开始，我们提供一些服务类。那越来越多人可能我们这边可能没办法提供的采果乐，可能他们想采番茄、采枣子，那我们可以链接到我们周遭更多。那当然我们一定会以学生的家长为主，那因为我们除了希望能够提供这些小朋友教育的服务之外，其实解决这些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家庭的经济问题。慢慢的，我们也开始可能从卖我们自己种植的生鲜蔬果之外，我们可以连接到这些家长，提供这些家长稳定的经济来源。我们开始跟他们收购一些农产品，包含了凤梨，就是我们在屏东高速最大宗的农产品。那我们每年光我们契作，还有我们自己做的本身，我们协助高速将近30吨到50吨的凤梨，销售这个凤梨的这一块。那慢慢的从1级、2级、3级，那我们开始可能跟连接到更多的可能服务类的，更多可能从我们高速开始，慢慢的从今年开始，我们跟盐山就是万峦那边的休闲农业区也做更多的连接服务。这都是我们一开始在做成立幸福时间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快速的跟更地有做的连接，这样子。本来想讲我做的是结果会不会 BCD 的不能走出来啊？哇，安尼等一下可以有更多的行程啦，也係講內容可以來繼續參加。不過我想請問嘉偉哦，你有講到能會天數4年來幫助弱勢的家庭，安尼能這個實際上能用辦去搞技能，也係講幫助技能呢？一开始其实我们也是抱着我们从书院开始，我们很多的员工都是这些弱势家庭的家长。那幸福时间也会从这些家长找一些可能适合我们，可能做销售的，甚至他可以做社群媒体经营的。其实这些都要慢慢的训练跟观察。那他可能如果还没办法的话，其实他做一些初级的，可能做农事。慢慢的训练，那他如果开始做烘焙有兴趣，那就会来我们幸福时间这边做烘焙的一些训练。那慢慢的可能我们直接做上这些凤梨酥、都是从这些，不管是小朋友长大，可能他也对这些有兴趣，我们就开始做训练。其实培养一技之长，那
如果家长在对于他们经济的部分有改善的话，其实对这个家庭的成长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哦，嗰种唔但像喺同家长吼，可能家庭原本都有耕田种东西，可能同佢哋买，甚至讲还同佢哋讲，假使讲人无种唔怕，可以来我哋一片，吼，我哋教一些技能啊，吼，教人慢卖，吼，要慢来做一啲烘焙，吼，天数啊，来这意思就讲你能讲睇下工作都所谓啦。哦，能更加服务吼，天数的幼师家庭啊，也係講成年的數量差唔多1多啊。对，其实我们现在目前书院的小朋友大概将近50位，会固定会来书院。哦，对，那其实有一部分的家长也是我们书院的员工。对，那其实原本我们照院长之前来讲，其实最多的时候有高达将近快要100位的小朋友会来固定会来书院。那其实这样子大概将近10多年，书院从最高峰的时期100多位到现在只有50位，大家会说，是不是你们对小朋友不好啊，或者是什么？其实不是，因为慢慢的我们开始协助这些家长，他们可能不管是在工作上的技能培训，或者是我们协助他们在收购这些农产品，他们已经有稳定的收入。其实他们也非常心疼，说院长其实在这个资源获得不易的情况之下，他也希望把这些资源让给更多的其他更需要的这些家长上面。那他们其实稳定的收入，有获得稳定收入之后，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孩子们。那书院的成立的初衷就是希望在生活陪伴跟补救教育的这一块。那如果家长能够衔接上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就觉得更好。那其实院长其实在讲说，我们书院是全年无休嘛，那当然我们幸福时间也跟着会全年无休。那院长就是说，有一年的过年，因为每年过年其实小朋友都还是会来。那有一年的过年，突然家长跟他们说，今年的过年我们就是可以陪着孩子们。院长就说，家长们已经有发现自己的责任在小朋友身上的时候，其实院长就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慢慢有在改变了。一个目标有达到了，达到其中一个目标，然后，按你来讲，能做有头都讲的主力有种东西嘛，同烘焙。你看到现场也带了几多的产品，也係你能自家做的，错冇？可以同大家紹介一下冇？其实我们为什么会以凤梨酥为我们基本产品？其实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凤梨酥这产品其实没有什么独特性。但是我刚刚讲，因为我们高速的农产品最大宗就是凤梨。我们说，对，那为什么要让凤梨加工成凤梨干，或者是现在看到的凤梨酥这样？因为凤梨其实正常常温之下，大概可能放的时间大概3到5天，很快就会就是可能坏掉或发酵掉。那院长也是在某一年突然就是因为有知道会有大雨。那很多的农民都发现说没办法，来不及没有人可以收这些凤梨的时候，院长就集结了很多的志工妈妈，他们就赶快把这些凤梨加工成凤梨干跟凤梨酥。这也是为什么会从1级产品会变成2级加工品。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些农产品有更长的效期，保存它们的营养价值，可以销售到更大的可能，因为凤梨可能原本的价格会比较低，那做成加工产品之后，它价值可以再提升。除了延长它的效期之外，可以提升它们价值。虽然凤梨酥很单纯，但是我想我们的凤梨酥大家吃过都知道，其实跟外面的市售的凤梨酥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它是很纯粹的是以凤梨这个本身，它不会再去加一些冬瓜糖或什么。这也是院长就是包含我们的所有农产品。不能施洒农药，对，不能用化学原料，他们不会有化学残留。那我们的凤梨酥一样也是，里面就是很纯的，就是凤梨面粉，就是最单纯的品质。所以我们的凤梨酥其实也不能摆放太长，因为我们就是纯天然、纯自然的。对，假如你如果施肥的话，施洒农药的话，其实对于不管是对土地，对于我们自己施洒员工、小孩、消费者，其实都是非常的不好。所以没有农药。没有，是一个多赢的这个状态，对不对？啊，按你谈好咧，唔但像能种嘅凤梨，喺木头嘅，能做嘅产品嚟講，也係前年咧，冇加乜嘅化學嘅東西啦，也係種防腐劑也掉，過後呢，按人嘅精神也得到人鼓勵吼。按你假比，今年呢有天數人，他去耕田做一個烘焙，今年最細差唔多1度世紀有下去天數嗎？我覺得我們最小朋友從幼稚園開始就會有開始小朋友跟我們做一些農事啊，或者說烘焙。那當然我們其實是以那種
玩乐的方式代替这个教育，因为小朋友其实玩是他们天性嘛，对。但是从玩中，他们不管在务农、在做烘焙，看到那个成果，其实是培养他们自信心的来源之一。我们都知道，其实弱势家庭很重要的就是自信心不足，这些小朋友其实常常会感到很自卑。但是这些产品，不管是凤梨，不管是枣子，或者是小番茄，当他看到这些产品的时候，他会发现说，其实我有很多的能量可以做这些事情，那就是提升他们可能就是在除了教育之外，翻转他们这个是弱势的命运的其中的原因之一。也本今年上好啦，有兴趣的有好的，可能搁太一些的，今年都会考某个证照啦，也就继续来行业条路。真是有小朋友会安尼吗？有，我们其实有小朋友现在高中就国中在准备要升高中高职的时候，他们就在想说他们未来想要走什么样的路。那因为他们从小接触这个烘焙，那其实他上了高职高的时候，他就会想要以这个烘焙这个料理甜点师为他的职业。那他们其实，在书院跟学校的协助之下，他们也去考了一些乙级的烘焙的证照，或者是可能在想要做厨师，未来丙级的厨师证照，其实都是因为从小接触到这些的环境的影响之下，他们慢慢往这些路找。那我觉得小朋友其实，在他们培育这些技能方面，其实要从他们本心去做。我们有很多小朋友其实他可能就是对务农、对做烘焙是完全没有兴趣的，但是我们发现他很会讲话，那其实我们就会从他的这个讲话这一块，他可能很会卖东西，那我们就摆摊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说，那我带你一起去，我们一起去跟卖这些哥哥姐姐们做出来的这些产品，去介绍一下你的故乡高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小朋友会觉得，我可以卖东西啊，实际上可以赚到钱，他们就觉得我有帮助到书院，我不是一直都是要依靠书院的。其实这一切都是对他们的未来其实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按你唐人讲，那还去摆摊嘛，摆这个司机可以分享下，那这个哪一个司机小朋友同意下用板衣互通啊。不管是展售或者是摆摊，其实是我们在书院的日常啊。其实我们周末或者是常常接到很多邀约，不管是幸福实验会在书院，我们可能在屏东、在高雄、在台北，甚至我们前几年还有去香港、去大陆都有做一些展销的服务。那当然可能到比较远的地方就不太适合带小朋友，但是小朋友在销售的时候，其实不全然都是好事，但是其实不管遇到好事或坏事，其实都要对他们学习。最简单的来讲，因为我们的产品不管是我们在人力的部分，或者是在我们原料上面，它其实单价会比较高。那有时候我们自己出去或小朋友出去的时候，遇到客人试吃的时候都觉得很好吃怎样，但是一问到价格之后，他就说怎么那么贵？一般的凤梨酥不是在1块多1-20块就可以买得到了吗？但是我们就会跟他解释说，为什么我会那么远？看其实我们背后因为还有书院，还有可能我们的原料的部分，我们跟小农跟老农收购。价格会比较高，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去有那种剥削农民的这种事情发生。但是通过这样的解释之后，有些客人可以接受，可能有些不行。那小朋友难免会失望。那我们就跟他讲说，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每个产品都会找到最适合他们的客人，就像我们可能每个小朋友都会找到最适合他们自己的工作的一样。那通过这样子不断的挫折，那当他可以卖出去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这也是我们培育他们信心的一个来源之一。我唔错，不过安尼谈好了，本小朋友可以提早不给人同人家互通啦，也练习给人本一个可以独立自主，也是一件quite好的事情呢。哇，观众朋友，你看原来幸福时间按3网台工作，就係講希望本新人呢，可以有一啲成就感也好，也本給人提早練習自己獨立，係唔係一件挺好嘅事情呢？還有更多精彩故事休息一下，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假如有带来按多按好给人自家做的产品，看看也真讲真好吃。不过，我对这也有真有兴趣讲，给人的包装也真讲呢，没给人自家来设计的呢。假如这些包装也是人自家做的吗？其实这些包装都是我们跟我们附近的大学，有时候在做一些产学合作，他们会根据我们的需求或者根据我们的理念，帮我们做一些设计的包装。你想想看，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凤梨酥，有干嘛粉色的？对，这其实它跟
一般外面市售礼盒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根据我们的理念，我们是以砖块的方式去做设计。那对，因为那个砖块，其实我们都会希望说，每一个砖块像一个家一样。我们三好书院如果幸福时间如果是个家的话，每一个支持我们这个凤梨酥这个礼盒，这个都是其中一个砖块，一块一块堆叠而成。对，他们每一份采购的这个礼盒，都是支持这个家更完整的地方。对，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在采购这个礼盒的时候，看到它这个背后的故事，知道他们买的这个礼盒要送出去的时候，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凤梨酥，其实它背后有更大的意义。他们每采购的一份的礼盒，都是对这个社会产生很大的所谓的社会影响力。哇，糖会真感动的。第一摆讲到讲，原来的包装还可以用从砖的去用一块一块挑空的，都做了一个木的，做了一个架，哇，真好呢。你除了一个包装之外底部的内容物，那头都系唐东嘉宾分享，因为讲原本的目标系讲做沙皮企业可以自家赚钱嘛，简单来做烘焙啦，卖东西。不过后背还有谈讲，有提供采果啦、DIY 呀的行场，这样用板做出来的呀。对，其实我们根据我们高树，还有我们周遭可能不管是美浓，不管是茂林这边风景区，我们都有规划说我们有4季的旅游的游程。可能你春天来这边适合采购什么礼盒或者是做什么采果乐。那像可能春天到夏天交接的时候，就是凤梨时期，我们就会希望说，如果客人来到高树，他可以做凤梨的采果乐，早上采果完之后，烘焙做这个凤梨酥的 DIY。下午他回去的时候，这个凤梨酥烤好之后，他的伴手礼就带这个凤梨酥回去。那我们也跟周遭的休闲农场、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社区，其实我们希望更紧密的连接，能够吸引到更多游客、更多的资源来到高树。因为你来高树，不可能只有来我们三好书院跟幸福时间，一定还要去更多的地方做采购。那我觉得来到偏乡就是一个机会，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高树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你发一条行程啊，包括头都讲的 DIY 一条，小朋友有家人来做欣赏，也係講全部係請諾貝爾欣賞來搞啊。大部分其实还是会有专业老师去做教导。那当然，老师来书院之前，一定会有教过小朋友这些，可能不管是 DIY 啊，或者是在做采果的这一块。那小朋友如果比较大，像国高中的这些小朋友，他们有兴趣，他们也会陪着我们做这些导览，做 DIY 的活动。其实对他们来讲，这也是一个获得一个成就感来源之一啊。因为其实他们陪伴这些小朋友，他们都会觉得，可能跟这些城市的小孩有什么差距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你也不是什么都会嘛。那就像这个，这是我们在行的，我们去教你，他们会更有自信这样。意思讲，可能可以来做助理，唔係主要的在讲，不过可能可以来做天使的。是。书院未来的主人就是这些小朋友了，对。你一条行程可以摆1日、2日，也係3日的呀。对，这也是我们幸福时间很大未来的目标。因为目前在高速地区比较没有一个可能，让游客可以住宿的地方。那其实我们幸福时间本来就会有规划，可能我们短期的目标、中期的目标跟长期的目标。短期的目标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先让这个公司有一个完整的组织架构，可以让它生存、让它活下去是很重要的。中期其实我们慢慢希望可以在高速的地区建置一些硬体，包含可能集货场、餐厅，慢慢的民宿，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想要来这边。他们发现游客多的时候，需要有这个住宿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慢慢会有更多的从地方的资源来进来，可能盖一些饭店啊、民宿。因为目前在高速地区这个方面的需求，民宿的这个部分比较少，所以其实我们有接很多可能团体客的时候，他发现我从台北下来，可能根本就不能只待1天吧。但是因为就是没有这个可以让这个大量的观光客留在这边的一个住处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很可惜，他们就可能会转往其他的地区。那这就是我们中期的目标，除了餐厅，希望未来可能有合法的民宿、合法的旅馆，能够让游客留在这边。那其实更长期的目标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些小朋友，从幼稚园，这10几年都在书院，我们也希望他可以留在这个家乡，找到更适合他们工作。甚至就是我们帮他们把这个渔场建构好之后，他们可以留在这个渔场，他们不用像他们家长一样需要到外地去可能去找工作，但是可能又不是很顺遂。他们在这个高速这个地方，在屏东这个地方就可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在这边长大，在这边养家活口，陪伴这些家长，就不会有这些所谓我们这些小朋友自己生可能单亲家庭、隔代教养这些问题。
是，我们做也这几年来啊，其实我们拢提讲吼，乡下地方有越来越多讲，后生诶要出去工作啊，都存到老人家同青年留在家乡，甚至于讲全部家乡乡下地方都存到老人家，无太年啊，也系青年诶安尼。你像家边呢，有个做法都quite好呢，悄悄诶可以利用菜地xã區嘅力量，有後生嘅啦，有嘅青年啊可以留下來，一推，悄悄誒，人哋地方上又可以開放了，又工作啦，又有其他嘅事業也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式呢。不過，條到要面對一件事情咯，就是講，人更加已經做到種植幾好嘅嘛，菜地嘅xã區也係講其他嘅店嘅啦也好，也係講菜地嘅小農民朋友，佢哋可以請人去做一啲合作。其實我們在跟小農這個合作的部分，我們找到其實從我們自己家長，不管是自己的爸爸媽媽或是爺爺他們種植的農產品，那我們在書院還有幸福時間這個地方，我們會慢慢的規劃一些所謂小農市集。對，透過這些小農市集，其實可以吸引到可能我們對於這個社會企業這個領域這塊有更多大型企業，不管是類似全家的家樂福這些企業，他們看到這些小農。看到有那麼多遊客，他們發現高雄這個地方其實是非常有生機的地方，他們慢慢的可能就會來這邊想要做投資，想要找到更多可以做鏈接的一些農民，或者是像我們這樣的社會企業，他們進而透過他們這些企業更大型的力量，可以支持可能做偏鄉的地方創生這一塊。安尼，其實人不講要請嘅人，要賣產品也好啦，也係講要請人合作，甚至於講要來問人 DIY 啦，還係行場也可以。人一條資訊應用版同人聯絡噶。我們雖然因為目前我們還沒有跟其他的通路有做合作，那所以需要的話，其實我們可以透過我們幸福時間官網。透過我們粉絲專頁，透過我們 IG，我們是24小時不休息，只要有訊息來，我們就會馬上做回復。按上嘛，我能人家傳訊息來，半夜你的生母也要回復嘛？也一樣要回復，對是。哎呀你主要係講美容路甚至於講美容路可能有你能聯絡天發嘛，也可以打電話。可以打電話，對。你其實你能這個假如能做一啲社會企業也好，做到更加有一定的成績嘅。那你這個以過來人的角度來看，假使講有後生人也係其他人，調你有個社會企業部分，你有乜個看法，也係講建議嘅嘛？很多人在問我說，為什麼會在我還沒有完成這個職業的時候，就馬上跳換這個社會企業這個領域這個跑道？因為其實軍人要體現所謂的自我價值這件事情，其實就是在要打仗，你要打仗才能實現這個軍人這個自我價值。但是我們在當過軍人或者是已經是軍人的人，絕對不會希望這個國家要發生戰爭才能體現自己的自我價值。那我很幸運的，因為我的阿姨在做這個社會公益，所以我比其他人更有機會可以知道說，其實我有更多的能力。如果不是國家這樣栽培我可能沒有這樣的能力、這樣的意志力投入到這個這個辛苦的環境。那我也希望這些年輕人，就是他們不要做出他們會後悔的決定，但是當他們已經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就不要後悔，其實這是最重要的。冇錯噶，你本日的後生嘅講想講，我設立一個目標，你繼續行下去，唔好講當時就設立目標行下去之後有嚟後悔講，我當時應該用辦做，因為冇行下去，你唔知道講人嘅目標到底會達成冇嘛？唔過講到一篇假如我想講，每一件事情，真好奇講，也參與有青島嘅社會事件，像之前人哋中國唔會買人嘅網利，甚至於講也參與一個疫情。對你們社會企業來講有影響嗎？對，其實台灣最美麗的，因為常常講台灣最美麗的風景就是人。那我們台灣是一個以人為本的地方。那其實不管政治或者是現在的疫情，其實很多的長期在支持我們的朋友就非常關心我們。看到說，會不會沒有來買鳳梨的時候，其實那陣子其實反而鳳梨的訂單的需求特別多。那我們也知道說，其實這是一時的新聞性，但是這一些也影響到說，原本可能沒辦法銷售出去的鳳梨，他們都會被收購走，那我們反而導致我們除了我們自己的鳳梨之外，我們沒有辦法幫助到更多的農民。這其實也是當時我們遇到很大的困難。那像疫情也是，一開始其實大家都會關心說，小朋友因為疫情，去年的疫情其實我們台灣還就是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的情況之下，其實在去年雖然不能出去玩，他們可能沒辦法來高雄，他們也會覺得說，沒辦法來，那我們以行動去支持，我們可能多採購一些我們生鮮產品。但是像今年其實
真的大家可能有停班停课这样的影响，其实大家可能对于消费这件事，其实也非常相对保守。其实我们这样的社会企业以礼赠品为主的这社会企业，其实3节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量，但是因为企业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可能在企业赠礼的这一块，其实他们的预算也下降非常的多。所以这个端午、这中秋，不止我们，其实我们跟我们其他的社会企业的伙伴联络，你们最近可能中秋节的状况怎么样？说没有啊，我们都没有接到什么订单啊。其实这是我们可能不止我们台湾，可能是世界都要面临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咬紧牙关也是要过这一关哇，观众朋友，今天呢，高宇来分享的故事啊，真是本来挺感动的。其实呢，人千多年要讲人会做公益做毛嘅，其实真正做到的有几个人可以坚持，像今日做一个社会福利的服务，来做一个社会企业来推动今日的理想，推动今日的目标。不过，人真是可以做到的也有艰难出去到了的时间，记得到可以去告诉，来去加入今日嘅片，同幸福时间来去听一下，看一下。其实你能如何天数做一个社会公益，希望安尼啊，各位今天请感谢我们带来安精彩故事哦。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多猜猜嘎。希望各位观众朋友有空可以来到我们屏东高树，来看看我们这些可爱的孩子们，看看幸福实验，看看三好书院，来到高树这个美丽的地方。